少呢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聊天了。就当做刚刚去夜店出来抽根烟，休息一下，缓一下气氛，然后讨论一下，我刚刚碰到哪一个美女，她好像。然后女生就开始讨论，刚刚碰到哪一个男生，我靠，他很色。原来抽根烟都是具有这种功能，在检讨，还有分析。带来这首歌《风Fali》。
可